在咧防疫期间，民众大部分的时间拢是踮伫厝内，若准无聊想要找伴。高雄市动保处也推出新的领养动物方案，若专人专车甲动物送到恁兜，民众阁会当先饲14天看卖，增加这个民众认养意愿。 收容中心的狗仔看到人拢真活泼，嘛有狗仔囝看起来介古锥。不过这阵啊，因为防疫，民众领养减少足济。目前有250只狗仔，甲40只猫仔住伫遮。高雄2个收容中心嘛拢已经客满。为着要较紧替因找到新主人，动保处即马互民众会当先试饲14天。较早咱民众来阮遮领狗仔猫仔吼，有规定讲啊，一个礼拜以内吼，你若无 特殊的疾病吼，你袂使管退行，有14天的迄个饲养期吼。那这期间，若感觉讲民众也是你对这你领养这狗仔猫仔，若讲有不能适应的时阵，你会当随时来当体验馆。 因为防疫出门无方便，动保处表示，即马民众会当伫线顶先经看卖介意倒一只动物，因有专人协助媒合，有专车甲动物送到恁兜，阁有送晶片登记、3年的注射等等的好康，希望提悬民众领养的意愿。这是好的，因为即马伫个防疫期间吼，即马足侪民众拢无法度出门嘛。 啊，无就出门，伊本身除了伫上网啊、看电视、拄外嘛，对毋对？伊会当去认养伊的动物吼，会当和伊互动啊，培养感情，这是对整个社会吼，甲生活即马伫防疫期间有帮忙。防疫影响，民众带动物伴去动物病院减少真济。不过，动保处认为，民众也是有动物伴的需求，要互狗仔、猫仔陪伴厝内的时大囡仔，防疫生活较袂无聊。记者邓家文、罗维做高雄报道。